人生去到中年，你有冇發覺每日返工都只係為咗生存？份工冇意義、冇熱情又唔穩定，仲擔心隨時會俾 AI 取代添。有啲人就寄望揾個可以依靠嘅伴侶，但係感情又總係一再失望。有啲人即使有家庭，返到屋企面對伴侶、仔女又係一大堆問題，成日都好攰、好唔開心。有時都會問自己，到底我嘅人生係咪就係咁樣落去？各位朋友，如果你有咁樣嘅問題，好可能就係你一直背負咗細個嘅時候原生家庭帶俾你嘅創傷。呢啲創傷包括父母重男輕女，父母對自己好多挑剔批評，父母嘅婚姻唔好，或者細個嘅時候見到父母生活得好辛苦，自己就無意識跟從咗佢哋嘅命運。原生家庭對我哋嘅影響係非常之深遠嘅，如果冇處理嘅話，會一直影響我哋嘅人生，甚至會牽連到我哋嘅下一代，令到我哋冇辦法活出一個幸福快樂成功嘅人生。大家好，我係黎柏如，從事心理治療已經有超過25年嘅時間啦。幫助人活出一個更好嘅人生係我嘅使命。我想話俾你知，你嘅人生係能夠改變嘅。我創立咗整合心理治療，融合咗催眠治療、超個人心理學同埋家庭系統排列3套當代非常先進嘅方法。透過呢套方法，你能夠療癒舊有嘅創傷，擺脫原生家庭嘅影響，重新打開愛同埋被愛嘅能力。人生各方面都會慢慢好起上嚟。過去已經有無數嘅學員透過呢套方法改寫咗佢哋嘅人生㗎啦。你唔單止可以療癒你自己，仲可以學識嚟幫人，成為整合心理治療師，幫助其他人脫離痛苦，同埋發展屬於你嘅心理治療事業，過一個有意義、有愛同埋自由嘅人生。我即將舉行一場免費網上教學，會幫助你睇清楚你而家嘅問題，到底同你嘅原生家庭有乜嘢關係？整合心理治療可以點樣幫助你快速擺脫原生家庭嘅影響，重新過一個屬於你嘅人生？我亦都會教授同原生家庭嘅冥想，只需要每日2分鐘嘅時間，就會令到你嘅人生變得更加如意順暢。另外，我亦都會同你分享而家發展潛力最大嘅一個行業——心理治療嘅前景。如果你想改變人生，或者都想睇下心理治療呢一個行業適唔適合自己嘅話，千祈唔好錯過呢次機會喎，因為呢次教學可能就係你人生轉變嘅起點。記得 click 下邊個掣登記，希望到時見到你啊！如果大家想持續咁收到 Raymond Sir 嘅節目分享，歡迎你喺 YouTube 上面按訂閱。當你按咗訂閱之後呢，亦都建議你喺隔離嘅鈴鐘按一按，咁樣你就可以即時收到我哋節目上載嘅通知信息㗎喇。有關心理治療服務，包括網上視像互動治療以及家庭系統排列工作坊，歡迎你瀏覽我哋嘅治療中心網頁 www.hkfcip.com。有關整合靈性心理學培訓學院嘅培訓內容、課程資料，亦都可以瀏覽 www.ispti.com， 或者關注我哋嘅微信官方帳號整合靈性心理學。同時亦都歡迎你直接用 WhatsApp 或者微信聯絡我哋85293100980。多謝你嘅收聽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